我喜欢的那个人身上有光，光而不要与光同尘。最好的确信，就是你等的那个人，恰好也在等你。你居然骗我！你知道契丹律师是什么后果吗？文少谦啊，婚姻法只保护你的财产，可不保护你的爱情。我自己的爱情，当然由我自己来保护。醒了？想吃什么？炒酸奶。好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魔法。我们去冰岛蜜月怎么样？签证、行李都不用你操心。你不是想看极光吗？文少谦啊，我曾视你如梦想，不是理想。理想可以靠努力到达，但梦想是上天的恩赐。何其有幸，我拥有了你，老公。我爱你。